馬太福音16章15節記載咗耶穌回應門徒關於眾人對佢嘅描述。然後耶穌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呢？喺以色列東北部好多岩石地區嘅深處，有黑門山山脈嘅積雪喺地底融化，令地層增加咗壓力，而形成咗3條強大嘅支流。呢啲嘅支流又形成咗約旦河嘅源頭，而巴尼亞斯泉就係喺以色列同黎巴嫩邊界嘅黑門山腳嗰度。耶穌揀咗呢個嘅地方問門徒：你們說我是誰？彌賽亞點解用呢個地方讓門徒思考呢個問題呢？呢個地區最先出現喺以色列歷史上，係西元前12世紀，征服咗應許之地後，其中但支派好多嘅家庭佢哋搬遷到北國以色列，佢哋佔領咗喺地中海沿岸指定嘅領土。聖經話俾我哋知，有600人佔領咗迦南人嘅拉益，並將佢重建，成為北國以色列人嘅社區，以但呢一個嘅名住咗幾百年。喺亞歷山大大帝征服之後，希臘人受到該地區高高嘅山脈、涼爽嘅泉水同埋茂盛嘅植物啟發，佢哋就推崇異教徒嘅習俗。每年嘅春天，異教徒都會喺大洞穴口嗰度進行動物嘅祭祀。由於呢個城市喺國際貿易路線上，因此佢哋建造咗繁華同埋帶有戰略性嘅區域。喺廟宇旁邊有一個深嘅洞穴，呢個地方係異教徒用嚟獻祭俾佢哋認為掌管樹林、田地同埋羊群嘅潘神。因此呢個嘅地方改名為 Pan， 或者阿拉伯語嘅 Banias。潘神係半人半山羊嘅形象，佢嘅野性同埋魯莽係眾所皆知。英文 panic 恐慌呢一個嘅字就係從佢個名 Pan 衍生而嚟噶啦。呢個地方舉行潘神狂歡嘅祭典已經有幾百年歷史啦。當羅馬人征服猶太後，喺耶穌出世嘅時期，奧古斯都就將呢個嘅地方交俾希律王統治。希律王非常忠誠於凱撒，迅速地喺呢度建造咗一座宏偉白色大理石嘅神廟，以紀念凱撒。今日我哋依然可以睇到凱撒廟嘅遺跡。後嚟希律王第3個仔腓立比由父親手上接管咗呢個嘅地區，又改名為該撒利亞腓立比。耶穌嚟到呢度嘅時候，當時嘅該撒利亞腓立比係一座令人印象深刻嘅希臘羅馬城市，因為有潘神異教廟，有異教敬拜儀式嘅場地，所以呢一個嘅地方同耶路撒冷正統猶太人嘅生活同信仰嘅核心差別好大。喺呢個景色壯麗嘅異教環境中，耶穌表達咗佢歷史性嘅宣告同埋提問，深入每個人嘅內心。直到今日，佢依然喺度問：你們說人子是誰？呢個答案將會帶嚟極大嘅關聯性。當你嚟到呢度嘅時候，你就更清晰明白聖經所提到呢度所發生過嘅真實事件。多謝你嘅收睇。如果你想睇呢個視頻嘅完整版，或者想了解更多嘅信息，你可以點擊以下嘅網址。